日本有位35歲嘅女士叫明日香，做住普通上班族，11年時間相睇咗足足300個人，一路都冇揾到合適嘅另一半。早年佢對另一半要求好高，一心想結婚之後做全職主婦，唔使再返工捱世界，所以死合年薪1000萬日元，折合大概50萬港幣嘅高薪帥哥。佢仲直白講，男方收入唔夠，連買化妝品嘅開支都承擔唔起，佢絕對唔考慮。就係咁，佢堅守呢啲物質條件，一晃就11年，見盡300人都冇結果。後來佢都慢慢妥協，將年薪門檻降到800萬日元，大概40萬港幣。外形、職業都唔再過多計較，唯獨剩低一個底線唔退讓，男方一定要比自己細2-3歲。就算放寬咁多條件，之後再相睇10個人，依然冇揾到合適嘅。其實睇完真係好有共鳴，好多人年輕擇偶都執着高薪外貌呢啲外在條件，兜兜轉轉先慢慢放低虛榮，剩返心底最後嘅小堅持。唔為結婚委屈自己，唔迎合世俗隨便妥協，適合自己，自己心安先至最重要。咁如果係你，會守住最後一條擇偶底線嗎？